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。现在呢，我们来观察一下自己的气息，在鼻腔间，在喉腔间，在我们的胸口，甚至已经到了我们的腹部，甚至贯穿到脚底，贯穿到脑中。如果呢，你在这个腹式呼吸法的练习当中，有办法呢，肚子呢吸气的时候挺出来，吐气的时候呢，肚子凹进去，就让我们一起来练习哦。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。让我们一起来感恩3件事情，不论呢今天在